我今日咧就會用 Fila 嘅高速煲咧去煮3樣嘢。第一樣咧就係4神素湯，第二樣咧就係3杯雜菌豆腐煲，第3樣咧就係沙茶栗子素雞煲嘅。首先咧就打開煲蓋，就將啲湯料撒入個煲度，放個蒸格落去，就放500 ml 嘅水。注意啲水咧唔可以高過呢個蒸格，放第2層嘅餸落去。跟住咧就倒埋啲汁落去，撈喺面。然後將第3層嘅餸擺埋落去，跟住將啲汁撈埋落去，就咁倒喺個面度就 OK 噶啦。最後咧就閂蓋，大家留意咧，呢度有紅點，個蓋咧都有紅點，點對點冚喺度。啪一聲咧就 OK 啦，選用2速。過咗一陣間之後咧，而家指示線已經開始升咗上嚟啦。指示線咧就有黃色、綠色同紅色。咁當黃色升起嘅時候咧，就開始要轉做細火。當綠圈升起嘅時候咧，就開始計時。如果紅圈升起嘅時候咧，證明溫度過高。而家綠圈已經升起咗啦，就計時13分鐘之後咧，就可以熄火。壓力圈咧已經降到最低啦，我哋而家就可以開蓋啦。將你擰到最排氣位嗰度，跟住咧撳呢個掣，一擰，就可以拎啲餸出嚟啦。話咁快，2餸1靚湯就煮好啦〜